这节目压力太大咧，太大咧啦。安怎讲？后迄个这边坐三个祖先呐，就周先啦，神拜啦，先拜，前辈。头前佫有新春呐，哎呦，对不？这讲的福禄寿啦。新猪白啊！而且顺哥是我的老师，伊坐遐对我来讲是正冲的，你敢知影？伊捌做过你的老师，对啊，我的老师。当时的代志。伊是你什么的老师？我人生的老师。哦。我甲因兜的这个关系非常的亲，伊阿兄是我国中的老师，哦。顺哥是我演艺界的。你哪这高看嘛？哎，无多啦，迄个没有关系找关系，找到关系就没关系嘛。你讲台语，这句讲台语。你无关系就找关系，找到关系就无关系。哎呦，水啦！哦，这边啊，你还说你大家都做搞的啦。这个台语不哩啊，你有哦。即摆歌王徛伫我边啊，真正是无对。我真正做紧张的呢。你免紧张。你莫看我呢，其實我攏記出來。安尼吼。你唔好記。莫個記，莫個記啊！莫個記，盡量幫我哋。演藝界你上點到，對。人講什麼叫點到？騎車阮叫點到，你頭殼遐大粒無做點到的你安尼。